那个后生武当我弄哈。那个报告，医院也把我送到遇到这里。妇产科的那个施医生施兵啊，正在他们院长办公室行贿。黑客，哎，那这里企业的，刚刚听上。这个与您天雷，大年们，你还不来放开放开！现在停止接受检查。你的吃这杯老酒。哎呀，这个烧烤是不吃的哈，来这了啊！啊。啥个逼啊？啊？哪里还出啊？哎，老板，老板来，我过来，老板。来大哥，侬把吃啥个研究出来？我劳动就做我帮侬干。啊，刚才爸爸妈开垃圾单，你写本啥是啊？羊肉是羊肉，烤的稍微差一点。啊，士兵，你不是会烤的？你去烤鸭子嘛，让我们尝尝啊！是啊。侬辛苦，侬烤点肉走把它吃好不啦？好了，我讲，我去的我去，我来看哈。哦，辛苦。那个后生武当我弄哈。哎呦，一看就到没灵光，哎呦。啊，是等我开过光的。是吧？啊，好，侬辛苦啊！哎，来，说抓了吃了吃。这个人怎么在这边做烧烤的？啊，你认得噶？士兵11刀，有名的妇科大夫。我带空气高，日下弄东红白，要是宝宝三开对，哦个动力真的吓得疯脱在身上。好了，有的吃就行了。来呗，来这个羊肉串。哎，那吃子不有羊肉串嘛了？啊，鼓掌啊！来了啊！鼓掌啊！哎，鼓掌啊！好酒，来。别的。对的啊，我这个大杯是真的跟你改的，你以为我刚的呀？都是一个药性海馆啊！哟，说哪个的了？来考虑过。那个不对的是你领个哇啊！一门上下面的才跟得来，你吃得落的，你跟得落的，哎，你跟得哪来？啥么子？我是开我个奔驰车，对风出去散看啊！那说的吧？哎呦，我这是，拉手，好叫的啊！哎，我觉得你讲的，而且的，本事出门三开，办瓦特看瓦特，你办不起，而且的。来，啥意思啊？有个人跟长辈讲闲话啊？啥都这个，人家开不起来，总是在眼你了。哎，小大哥的，你这个奔驰车啊，哪一块来？哪一回来的嘛？那个你回去门店上呢，你冇得去个？啊，都来白个呀。多亏了，那老板做啥生意啊？哦，那个车子买得起啊？做医药代理，毛医疗设备个。哎，这样说的话，你现在就是传说中的医药代表了。干嘛当然了，我帮你讲钟老板，有里向所有事情我真的呀，包得平了。搿辰光钟老板，你如果有啥个搿种项目？好的。你啊，你会不晓得？烘哈烘焙样样弄这个，我弄得不得了，别经常在聊。别去跟人讲哈啦，你都是上西机啊，你都是上个这样，这个才是我发个哈。上么那个？这可能都不是，我这个有。来，吃老酒，老酒，弄杯子来，哎，几锅吃了啊？喂，哎，你找你看呢？啥车子啊？车子是我开出来的。你定性那个本事，我等些肯定这个一些人会在那搭的。哎，对，我主要今朝是建一个从从业个客户，是吧？为是提升这个公司的形象。对。我都能讲桩事体啊。根据我可靠消息，那医务处的模处长要调脱快，弄到好多种脑筋。哎，侬要啥头啦？哎，凭侬的资格，凭侬的水平，搿只回去侬绝对好做的呀！侬猜啥气啦？
哦，上头没人呀。哎呀，我听说已经蛮多人来推荐侬了。大哥啊，听讲那有个叫沙农村的人，伊到底是来的，听说伊也到处来寻人，侬倒要抓紧辰光了。这女是我个医生，你娘里去做了一个处长，随便你去等我不得搞。我倒要跟你讲一句啊，这种处长没得做头的有事的事情要跟别人谈判，还有最关键，万一谈不拢，被人家吃伤我就是他。侬懂我屁呀！医务处长，医院里向进医疗设备了，药厂来推销新样，侪要寻到医务处的，花事个太多哦，他懂啥么子爱种动力啦，发财，才子在点出事体个，偶一点吧，对啦，走。班哥啊，班哥来车子了，我等歇肯定我马上就赶奔去熬上，海里面得到不院长啊哈，好，这位。当重要不晓得，那点洞里面侪是被人家困觉晒得来的呀，真家伙的，假使重要也是女人了。孙哲福当然一杯精神。老三，这班哥，明天帮我个忙，你千万要帮我送到院长这里啊！啥个么子？你自个饭去送啊？不喊我送了呢？哎呀，我不是现在忙嘛，对了，我们这回去上海了，你去来北干那个，你帮我忙。啥个么子啊？我来看看叫，送啊！送到了，这里这个把我追下来，弄好，送到。那么好，辛苦了。哎呀，那么一块牛塞口子，没得事。谁是呢？那光我个的，真的，这是个问题来哇！没得事。咱们买的哇。越碎人不碎，好事情越替你挡掉一灾啊！周公啊，侬是讲就是讲，人家后头过，我是是吧？go，去，来，过来。那边嘛，知道？现在噻，要治玻璃这个路不这个孩子给来的那个，你再确定？几分嘛这？再确定呢？你外面去了哈？还好。喂，反腐倡廉办公室啊，我给你们举报一条线索啊，妇产科的那个施医生施兵啊，正在他们院长办公室行贿。是，啥？我谁啊？我谁你不要管。贾兄，我常重庆啊，你们那个士兵啊，正在往院长办公室去的路上，你赶快多带2个人。好，我们电话沟通。好。士兵。院长，啥么子啊？阿玲，科沃斯厂的啊，考察部发动手的，没人啊，不错，请我上。哟，这是个话呢。别人讲嘛，心情讲上班，周女周末，难不得来办公室白相接龙，我这个。啥口？喏，怎么办？咦，你别是个，你弟兄呢？这个又不是狗你，那真个客气的，下过一了。你非人也当白领军人啊？啥意思啊？假插3言。好哎，我这书上南蛮话，有眼睛看着了。上面讲那个不是我干，是你娘舅到公司里向有一个人喊我打不那个。你到娘舅公司哪个女婿去讲？要么那3朋友，要么那3姊妹哇，那3姊妹都别特多啊！哎呀，那个要到啥里去呢？多少？那阿佩那个，
哎呀，你下头一个到上面，来，还不得看看啊？哎呀，差点空，上班看一种么子，这个我做啊，那个娘。哪个我做？漂亮。那多少呀？呢？这是衣裳穿的稍微多少点？当然好，人家喊我分账喊。有娘。哎，你，那谁属于啥？我是反腐办的。啥？反腐办。咁你现在我去上班去啊？对了。反。我是反腐办的，我姓蒋。啊，这个是我工作室啊。他我们接到群众举报呢，过来调查啊。啊，这个你谁是院长？哎，我院长。哎，这个什么啊？书上刚刚弄的那个。啊，你谁是书编书医生？据闻当中。哎，不，这个。书医生，这个什么呢？这个我不晓得啥么子，反正是你娘女公司里向有一个人喊我当拨院长的。哦。哎，是书医生不来的，你送拨院长的。不是我送，是我带人家当拨了院长的。啊。我过来最岁数。不晓得啥么子。啥新闻来过去？啊，上来看看。啊。开了。你开了？我给他开。我觉得反正人家不来，不送我吧。哦，啥么子呢？啥么子啊？什么？呀！哎，那上去啊？那我这啥用的啊？你那弄上去弄的过来啊？不是我的，你弄得来的呢？那么人家喊我当那个呀？人家喊你弄得来，你就弄得来啊？那么你还是办我现在懂你呢？你弄完开啊？你俩还讲呢？我哪晓得了呢？你非帮我呢？你弄得来个我还不来，我有肺炎，我莫名其妙。人家你也不懂南京啊？人家喊我当那个呀？你骗人啊？你搞那个电视出来？放开！兵兵马马不追的呀！啊？哪搞事啊？小刘，点清楚，交动的。你搞他哪着？5万。5万。5万咋？哪叫啥？哪桩事体？你告诉先生，这个人家喊我当那个，你这是啥事体来着？都两人拉说先生啊啊！刚刚清爽，叫你去一趟，刚刚清爽。这叫你去刚清爽。哪个叫？那我在人家说是啥？那我就。我那把我当啥讲那个么子去？啊？什么？小刘，开张财开对不里头？开啥财？开啥财开对呀？开财也不是我干，你开啥财开对呀？那你弄得起吗？的？我弄你弄得起啊？那么我弄最起吧。把那个车来我弄最起啊！干啥个白chuyện啊？接到底。喂，啥么子啊？那负责口与人天雷啊？啥么子啊？快点救人，等待啥子啊？快点救人！别过来，当我告的，就是，走。快点，看，这是要抢啊！听我不会听那个啊？救人也救。对。搿桩事体还要讲好清爽。是个啊！救人去。你拿啥过来？我看我不讲的。救下人，我手证了1米多，有痕迹该来清爽啊！你跟着去了啊！救人。啥子是你没你差好意思？哪啥子？姓施的，你啥人？那个杀人犯，那个小三。不，你们别动手，哪啥子？你啥人？我杀人，我才是内心好个男人。我把你家里今天再来把你家里啥么子啊？让你天雷死伤了。那个杀人犯，我讲啥么子啊？我有分讲。你分讲是？你还不来放假？放假！我操！我一点你心了，一点不能放我看。干啥了？救命啊！干啥各位家属，我是那个医院院长，有什么事情帮我看看。你是院长是个？来，我帮你讲，我是内心好个男人。今天咱来讲，但是这个姓施的，非得把你告诉我干你啥么子？今日让你天雷死伤了，你讲2杀人犯，2杀人犯。我的那个，我等都告诉我讲的，我是我可爱的，你都告诉我最起，刚才3个孩子，谁会的有？
有戏啊！你别把我假巴出来！你3年呗。大家像现在让枪决病人，大家保持安静。哎，我代表院方向大家保证，我们绝对不会冤枉一个好人，但是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。我你啊，现在我宣布，士兵，你涉嫌贪污，涉嫌贿赂，涉嫌好多东西，你现在原谅，我们选择绿色；酿造，我们秉持传统；品质，我们追求卓越，造就了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烁着绿色的光芒。思韵带来沙龙级修护，含德国精准修护角蛋白科技，深入精准修护，瞬间强韧柔亮，直至发梢，超值体验触手可得。思韵真正专业沙龙品质。中国报行天下，断报电动车。我要尽情感受生活，分秒不停。雀荣绝不可以。欧莱雅男士性能醒肤露8重功效，注入醒肤能量源一抹，8重功效，持续保湿，对抗倦容，焕发神采，一扫倦容，活力常在。性能醒肤露8重功效来自欧莱雅男士，活得不凡，行得出众。那几天棉柔也能不黏腻，护舒宝新超净棉，棉柔也能开始1秒瞬息，挑战零黏腻，不黏腻的棉柔，护舒宝新超净棉，蕴含银润蚕丝精华和馥郁法国玫瑰，全新力士很久嫩肤沐浴乳，萦绕肌肤，丝滑芬芳。抗拒，点燃激情火花，尽在点滴力士，力士胶敷系列。是生活，像人生，科沃斯机器人。源自 SK2 基源修护精华的1万小时皮肤科研，10位抗老精华液使用者9位想转用，连年轻肌肤都变得更有弹性了。立刻搜索 SK2。微笑是一种语言，更是一种艺术。感受微笑的力量，感受口腔医学加美学带来的双重惊喜。中国微笑，美奥口腔。苏州珠宝中心海宁皮革城9月28日盛大开业，500万好礼，10000元钻石，天天送，上千品牌，数万商品1折起。咨询热线65900-100，皮革珠宝，为糖更好。好德家享受无忧购物，体验至诚服务，5星级购物享受建材家具一站购全，更有好德家装饰为你带来整体家居服务理念。好德家给你更好的家。士兵，你涉嫌贪污，涉嫌贿赂，涉嫌好多东西，你现在停止接受检查。哎，有啥？我冤枉的，我分都我冤枉的。根据我们得到的最新消息，经过积极救治，这位跳楼的女病人生命体征趋于平稳，但是仍然处于昏迷之中，祝愿她战胜死神，早日康复。病人究竟为何跳楼？是不是像家属所说的那样与医生有关？也只有等病人苏醒之后才能够给出答案。医院方面今天已经宣布，当事的主治医师停职接受调查。宝宝，好的，我们来看下一条。搿阿是真的把㑚害死脱个？你三娘讲埃种闲话呢？别瞎讲，搿个不是宝宝害死的，宝宝是被冤枉的，晓得？大乱讲啊！贝贝，
我帮你讲，你呢非一代跟那只大人扣地是，你该做你们得去做。都两高的嘛，一个嘛功课嘛做，还一个嘛睡去3不下去，一年代也不下到我睡就看怪头那也是。喂，中峰啊，我啊，唔啥子，唔啥子，你电话里讲唔清楚呀？啊啦，啊，去咪再讲哎，反正我过头了啊，好的啊，走。来，喂，哎。妈，你费劲呐！你这地上呢？啊？你是干嘛？分一个哎！你可以倒回来啊！嘿，你等我嚟啦吓，我等你对嘞。啥个？我忍住啊！老得我忍住，我从来不忍住啊！你帮忙啊！你怎么你下的成我哪可比个字哎不妈你啊飞你在这干嘛？哎飞去分那个呀啊这我过头了哎走。哪单事了？这电话懂得嘞，你们这嘴巴疙瘩嘞哦，口这个是别个字。你看呢？还是发出门，我是受气哩。这就非能够手都光，谁晓得电话不停，我这还能电话关机的。你这个现在个人啊，真的弄不清楚，谁是的话人唔不干人。孩子，你带妹来听那样子，你人明白啊？爸爸，你哪比人工忍住的？还别多么该做功课么做功课，滚干，谁怎么散？不下人的，滚干！快吧，来，快拿给。蕴含莹润蚕丝精华和馥郁法国玫瑰，全新力士很久嫩肤沐浴乳，萦绕肌肤，丝滑芬芳，令人无法抗拒。点燃激情火花，尽在点滴力士胶敷系列。苏州家具博览中心，别墅家具首选之地。我来自苏州银行，我拥有银行金融功能，我具有社会保障功能。我还有公共服务功能，这就是苏州市社会保障市民卡。天庭山红枫节1月1号到12月8号，如此便宜的冰箱，如此便宜的电视，这些妻子还嫁宝，这真的是要送礼无原则。哎，姑娘，还有什么能送的吗？送你啦！国庆底价再5星。美莱立体紧肤除皱，层层皱纹有效驱除。年轻10岁的秘密，苏州美莱美容医院。吃喝玩乐购，苏州新去处。9月28号，园区湖西 Shopping Mall 尼盛上品会盛大开幕。28号到10月7号，10天啤酒音乐狂欢节，还有巨型机器人来袭，收10万大奖等您来抽。精致生活尽在尼盛。
是时候住一住万科城，装修3房，成家立业，丰富配套，成熟社区，名校就在身边，买房这事儿就这么成了。万科城曲江运河畔，约90平米，想装修3房，628888168。长河新旅城67赞誉石山路南50万方轻轨社区收官之作，首批85至128平米新品即将加推，6000享3万，现正火热预约中，6818788887至121平米国际精工华宅，正距2号轻轨路站口，10分钟直达冠前，紧邻欧尚，坐拥金牌学区，享传政泰式园林度假泳池，海量香榭里，6868888。本节目由智生活、享人生、科沃斯机器人特约播出。明天您将收看到的是。不是我为你的呀，搿是让你们社会上想的样子啦。你自己是人家才会贴的，反正么你说出来做一种好莫名其妙的事体呢。是有干什么？给我切干的。我你别玩，滚！你私下份冷静上，你哪顶我个针呢？我叫刘王佩。哎呀，我是你亲娘眷，我会得害你吗？跟你身上那个我是啊。知道什么？本来是我这个人的谢侄子。我想谢谢你。你好早呢，还是你好你们呀？经过进犯，马上通缉。下。走追神家欢乐道，人人都是开心果。你吃的来，我吃侬，你的侬女家高。正月里向吃柚子，二月里向放叶子，3月清明青豆子，4月手爸爸接鸡子，5月冬吃粽子，6月里向也算是，7月捕鼠怕蚊子，8月中秋剥瓜子，9月大打鹅笼子，10月剥开三橘子，11月吃橘子，12月炒柚子。日上数据来人们，3清数落差无边，日数不怕丰收区，5花落花理工地，插花拉新青关山，地灵混雨摩天轮，外语闹，红得发子密码口。男人40一道坎，妻离子散丢饭碗。停止，接受检查。女人30一枝花，好似蜜桃枝头挂。怎么会嫁给你爸爸呢？开我个笨！出来吃3个。双剑合璧，谁比谁赢？行贿啊！绝地翻身，云开雾散，真开心，治生活，享人生。科沃斯机器人邀您品鉴，共同欣赏视频聊斋11特别节目《苏州一家人》。哎，那个要到啥里去呢？哎，动啥？哎，那阿佩那个，
哎，呀，你下头一个到上面，来，还不得看看啊！哎呀，差点空！上班看那种么子，真个下装啊，那娘。哪个下装？漂亮。那多少人呢？这是衣裳穿得稍微多上点。好，人家喊我分账还。哟娘，哎，你谁属于啥？我是反腐办的。啥？反腐办。咁你现在我去上班去啊？过来。我是反腐办的，我姓蒋。这个是我工作室啊。我们接到群众举报呢，过来调查啊。这个你谁是院长？哎，我院长。哎，这个什么啊？书上刚刚拿得来的。啊，你谁是士兵实习生？据闻当中。哎，不，这个。实习生，这个什么呢？这个我不晓得啥么子，反正是你娘舅公司里向有一个人喊我当拨院长的。哦。哎，是实习生不来的，你送拨院长的。不是我送，是我带人家当拨了院长的。啊。我过来最岁数。他写得上的。啥地方得过去？啊，上来看。啊。开！你开呐？我给他开。我不得，反正人家不来，我不放吧。啥么子呢？啥么子啊？什么？呀！那这样子啊？那我这啥用的呀？你那弄啥体弄的过来啊？不是我的，你弄得来的呢？那么人家喊我当是哪个呀？人家喊你弄得来，你就弄得来啊？那么你哈子办，我应该还得道理呢？你弄回去啊？你还干呢？我哪晓得了呢？你非帮我呢？你弄得来个我回不来，我有肺炎，我冒你几面？人家你也不懂难听啊！人家喊我当不来个呀？你骗人啊！你搞那个骗出来的？老天，兵兵马马不走的呀！啊？哪搞事啊？小刘，点点清楚，交通的。你搞的哪上来？5万。 5万。5万的。哪叫啥？那个后生不等我弄哈，那个报告，医院也帮我送到一个院长这里。妇产科的那个施医生施兵啊，正在他们院长办公室行贿。开看，哎，那叫你企业的，刚刚听上。这个与您骗雷，大年们，你还不来帮啊！帮他！现在停止接受检查。来的，吃这杯老酒。 哎呀，这个烧烤是可的哈，来这了啊！啥个逼啊？啊？哪里想出啊？哎，老板，老板来，我过来，老来，来干。侬不吃啥个研究出来？我老多牛吃我帮侬干。啊，刚才爸爸开垃圾袋，你写本啥子啊？羊肉。 是羊肉，烤的稍微差一点。啊，士兵，你不是会烤吗？你去烤鸭子嘛，让我们尝尝啊！是啊，侬辛苦，侬烤点肉头把它吃好不啦？好了，我讲，哎，我去的我去，我来看哈。哦，辛苦。那个后生不等我弄哈。哎呦，一口肉到没灵光，哦哟。啊，是等我开个光的。哦，是吧？啊，好，侬辛苦啊！哎，来，说抓了吃了吃。 这个人怎么在这边做烧烤的？啊，你认得噶？士兵11刀，有名的妇科大夫。我带空气高，日下弄东红白，要是包包三开对，哦个动力真个吓得疯脱在身上。好了，有的吃就行了。来呗，来什么羊肉串？哎，人家吃直播有羊肉串没了。啊，够得啊！来了啊！够得啊！哎，够得啊！好久来。 别的，这侬有啥头啦？哎，凭侬的资格，凭侬的水平，搿只回去侬绝对好输了呀！
你侬才啥去啦？哦，上头没人呀。哎呀，我听说已经蛮多人来推荐侬了。这哥啊，听讲那医院有个叫沙龙清的人，伊到底是来个？听说伊也到处来寻人，侬都要抓紧辰光了。陈女士，我个医生，你娘里去做了一个处长，随便你去，等我不得搞。我倒要跟你讲一句啊，这种处长没得做头的呀，有事的事情要跟别人谈判，还有最关键，万一谈不拢，被人家吃伤我就是他。侬懂我屁呀！医务处长，医院里向进医疗设备了，夜场一推小新娘，侪要寻到医务处的，好事个太多哦，他懂啥么子爱种动地的，发财，才是在点出事体的，偶一点吧。对了，走。班哥啊，班哥来车子了，我等歇肯定我马上就赶奔去熬上，海里门子到不院长啊哈，好，这位。当重要不晓得，那点洞里面侪是被人家困觉晒得来的呀，真家伙的，假使重要也是女人了。算这不当那一杯接受。老三，这班哥，明天帮我个忙，你千万要帮我送到院长这里啊！啥个么子？你自个饭去送啊？不喊我送了呢？哎呀，我不是现在忙嘛。对了，我们这回去上海了，走，你去来北干那个，你帮我忙。哎呦，啥个么子？哎呦，我来看看叫，哎呦，送啊！哎呦，送到了，哎呦，跟你这个把猪一样的，弄好，送到。来不好，对不了，哎呀，那么一块牛塞口子，没得事。谁是呢？那光我个的，真的，这是个问题来哇！没得事，咱们买的哇。对的啊，我这个大辈子真的跟你干，你以为我讲的呀？都是一个要心海瓜啊！说哪个头啊？来口句话，来到部队的是来领的哇一门上下面的才跟得来，你吃得落的，你跟得落的，你跟得哪了？啥么子？我是开我个奔驰车，来对方去散看啊！那说的吧？哎呦，我这个，拉手，靠着叫的啊！我觉得你讲的，而且的，奔驰车嘛，散开，办瓦特、看瓦特，你办不起，而且的。来，啥意思啊？有个人跟长辈讲闲话啊？啥都这个，人家开不起来，总是在眼你了。小大哥的，你这个奔驰车哪一块来？哪一块来的嘛？那个你回去门底上呢，你买得起个？都来百个呀。多亏了，那老板做啥生意啊？那个车子还买得起啊？做医药代理，毛医疗设备个。跟这样说的话，你现在就是传说中的医药代表了。干嘛当然了，我帮你讲钟老板，医院里向所有事情我真的呀，包得平了。假如讲钟老板，你如果有啥个搿种项目？好的。你你会不晓得？烘焙样东西个，我弄得不得了，别经常在聊。别去跟人讲哈啦，你都去上西机啊？你都去上个这样这个才是我发个哈。上不上那个？可能都不是，我对他有。来，吃老鸡，侬别急啊，起锅吃了啊。喂，你走，你看呢？上车子啊？车子是我开出来的。你定心那个本事，我等下肯定这个一些人会带那搭的。但我主要今朝是建一个从业的卡号，是吧？为是提升起这个公司的形象。对。我都能讲啥东西啊？根据我可考消息，那医院医务处的模处长要调脱话的，弄多好动动脑筋。要睡人不睡，好事情要替你挡掉一灾啊！
阿啥？公公啊，侬是讲就是讲，人家后头高，我是吧？我去，来，过来。那边嘛知道？现在噻，哦哟，这玻璃这个路不这个孩子给来的那个，哎，你再确定？提问嘛这？再确定呢？你外面去了哈？还好啊，还好。喂，反腐倡廉办公室啊，我给你们举报一条线索啊，妇产科的那个施医生施兵啊，正在他们院长办公室行贿。是，啥？我谁啊？我谁你不要管。贾兄，我常重庆啊，你们那个士兵啊，正在往院长办公室去的路上，你赶快多带2个人。好，我们电话沟通。好。士兵啊，女士啊，啥么子啊？阿玲，科沃斯厂办啊，考察部电动摄影的，美玲啊，不错，请说。哟，这是个话呢。别人讲嘛，辛辛苦苦上班，周女周末，难不得来办公室白相接龙，我这个。啥口？喏。不弄的。你非是个，你弟兄呢？这个又不是狗你，那真个客气的，吓我一跳。你非人也当白领局的啊？啥意思啊？假插3言。好我这书上南蛮话有眼睛看得了。上面讲那个不是我干，是你娘舅到公司里向有一个人喊我打不那个。你到娘舅公司，哪个女士给讲？要么那些朋友，要么那些姊妹哇，那些姊妹别太多啊！我谁啊？我谁你不要管。贾兄，我常重庆啊，你们那个士兵啊，正在往院长办公室去的路上，你赶快多带2个人。好，我们电话沟通。好。士兵啊，女士啊，啥么子啊？阿玲，科沃斯厂办啊，考察部电动摄影的，美玲啊，不错，请说。哟，这是个话呢。别人讲嘛，辛辛苦苦上班，周女周末，难不得来办公室白相接龙，我这个。啥口？喏。不弄的。你非是个，你弟兄呢？这个又不是狗你，那真个客气的，吓我一跳。你非人也当白领局的啊？啥意思啊？假插3言。好我这书上南蛮话有眼睛看得了。上面讲那个不是我干，是你娘舅到公司里向有一个人喊我打不那个。你到娘舅公司，哪个女士给讲？要么那些朋友，要么那些姊妹哇，那些姊妹别太多啊！这个。那个要到啥里去呢？懂啥？老姐，你阿佩那个，你下头给他上面，还不得去管啊！哎呀，差真空！上班看那种么子，真恶作啊那个娘！啥个恶作？漂亮！那懂啥呀？谁是衣裳穿得稍微多少点？好，人家喊我分账还。有娘。你那是属于啥？我是反腐办的。啥？反腐办。咁你现在我去上班去啊？过来。我是反腐办的，我姓蒋。这个是我工作室啊。我们接到群众举报呢，过来调查啊。这个你谁是院长？我院长。这个什么啊？
苏生刚刚弄得来的。啊，那就是士兵苏医生，据闻当中。哎，不，这个，苏医生，这个什么呢？这个我不晓得啥么子，反正是你娘女公司里向有一个人喊我到北院长的。哦。哎，是苏医生不来的，你送北院长的。不是我送，是我带人家到北了院长的。啊。我过来最就睡不晓得啥么啥新闻来搞去？啊，上来看看。啊，开了，你开了？我给他开。我不晓得，反正人家不来，我不放好吧？哦，啥么子呢？啥么子啊？什么？呀！哎，那上去啊？那我在啥弄的啊？你那弄啥地弄的过来啊？不是我的。你弄得来了呢？那么人家喊我到这来个呀？人家喊你弄得来，你就弄得来啊？那么你啥子办？我现在还在道理呢。你弄回去啊？你还讲呢？我哪晓得了呢？你非帮我呢？你弄得来个我回不来，我有肺炎，你我你吃面。你个你也不懂难听啊！人家喊我到不来个呀？你骗人啊！你搞那个电视出来？老天，兵兵马马不走的呀？啊？哪搞事啊？小刘，点点清楚，交通的。你搞的哪找的？5万。5万。5万咋？哪叫啥？哪桩事体？你告诉先生，这个人家喊我到这来个，你这是啥事体来了？都两年了，是先生啊！啊，刚刚清爽，叫你去一趟，刚刚清爽。这绝对是刚清爽。哪个叫？那我在人家说是啥？那我就。我那把我当啥讲那个么事情？啊？什么？小刘，开张赛开队不里头？开啥队？开啥队开队呀？开赛也不是我干，你开啥队开队呀？那你弄得起吗？的？你弄得起啊？那么我弄走去吧。把那个车来，我弄走去。干啥个白去啊？这啥队？喂，啥么子啊？那负责口与人天雷啊？啥么子啊？快点救人，那等待啥子啊？快点救人！别过来，当我告的，就走。他来吧，他这是要抢啊！听我不会听那个啊？救人也救，对，是。搿桩事体还有讲法清爽。这个啊，救人去。我说你拿啥过来？我看我不讲的。救下人，我手证了1米多，有痕迹该来清爽啊！你跟着是的啊，救人。啥这是你没你差好意思？哪啥子？姓施的，你啥人？那个杀人犯，那个小三。不，你们别动，哪啥子？你啥人？我杀人，我才是雷先锋个男人。我把你家里今天在那把你家里啥么子啊？让你天雷死伤了。我那个杀人犯，我讲啥么子啊？我有分讲。你分讲是？你还不来放啊！放杀！我操！不能这一点你听不了，一点不能放我操！干啥了？救命啊！干啥这个？各位家属，我是那个医院院长，有什么事情帮我看看。你是院长是个？我帮你讲，我是雷先锋个男人，今朝咱来讲，但是这个姓施的，非得把你告诉我讲你啥么子，今日让你天雷死伤了，你讲你是杀人犯，还是杀人犯？我等你讲，我等你都告诉我讲的，我是我口喊的，你都告诉我最起，告诉3个孩子，谁问的有戏啊！你别把我假发出来！你杀人犯！大家像现在一个枪决病人，大家保持安静。我代表院方向大家保证，我们绝对不会冤枉一个好人，但是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。我你现在我宣布，士兵，你涉嫌贪污，涉嫌贿赂，涉嫌好多东西，你现在原谅，我们选择绿色；酿造，我们秉持传统；品质，我们追求卓越，造就了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烁着绿色的光芒。思韵带来沙龙级修护，含德国精准修护角蛋白科技，深入精准修护，瞬间强韧柔亮，直至发梢。
超值体验触手可得，思韵真正专业沙龙品质。中国报行天下，赚爆电动车。我要尽情感受生活，分秒不停。倦容绝不可以。欧莱雅男士性能醒肤露8重功效，注入醒肤能量源一抹，8重功效，持续保湿，对抗倦容，焕发神采，一扫倦容，活力常在。性能醒肤露8重功效来自欧莱雅男士，活得不凡，行得出众。那几天棉柔也能不黏腻，护舒宝新超净棉，棉柔也能开始1秒瞬肌，挑战零黏腻，不黏腻的棉柔，护舒宝新超净棉，蕴含莹润蚕丝精华和馥郁法国玫瑰，全新立式很久嫩肤沐浴乳，萦绕肌肤，丝滑芬芳。抗拒。点燃激情火花，尽在点滴立式，立式胶敷系列。是生活，像人生，科沃斯机器人。源自 SK-II 基源修护精华的1万小时皮肤科研，10位抗老精华液使用者9位想转用，连年轻肌肤都变得更有弹性了。立刻搜索 SK-II。微笑是一种语言，更是一种艺术。感受微笑的力量，感受口腔医学加美学带来的双重惊喜。中国微笑，美奥口腔。苏州珠宝中心海宁皮革城9月28日盛大开业，500万好礼，10000元钻石，天天送，上千品牌，数万商品1折起。咨询热线65900-100，皮革珠宝，为糖更好。好德家享受无忧购物，体验至诚服务，5星级购物享受建材家具一站购全，各有好的家装饰为你带来整体家居服务理念。好的家，给你更好的家。士兵，你涉嫌贪污，涉嫌贿赂，涉嫌好多东西，你现在停止接受检查。哎，先生，我冤枉的，我冤枉的。根据我们得到的最新消息，经过积极救治，这位跳楼的女病人生命体征趋于平稳，但是仍然处于昏迷之中，祝愿她战胜死神，早日康复。病人究竟为何跳楼？是不是像家属所说的那样与医生有关？也只有等病人苏醒之后才能够给出答案。医院方面今天已经宣布，当事的主治医师停职接受调查。宝宝，好的，我们来看下一条。这个儿子真的把你害死他个？你娘在讲哎种闲话呢？别瞎讲，搿个不是宝宝害得的，宝宝是被冤枉的，现在打乱讲啊。冰冰，我帮你讲，你呢非一代跟那只大人扣地是，你该做你们得去做。都两家头嘛，一个嘛功课嘛做，还一个嘛睡去3不下去，一年再也不下到温水就看怪头那也是。喂，中锋啊，我啊，唔啥事，唔啥事，你电话里讲唔清楚呀？啊啦，啊，去咪这个哎，反正的，我过头的啊，好的，啊，走。起来，喂，哎。妈，
你费劲呐！你这地上呢？啊？你是干嘛？分眼个哎，你可以读。都是上司机啊，都是上个这样这个才是我发个哈。上不上那个？这可能都不是，我这个有。来，拉吃老鸡，老鸡，弄杯子啊！哎，鸡骨吃了啊！喂，哎，你到你看呢？上车子啊！车子是我开出来的。你定性那个本事，我东西肯定这个一些人会得那的。哎，但我主要今朝是建一个从业个考核，是吧？为是提升起这个公司的形象啊。对。我到搿桩事体啊，根据我可靠消息，那医院医务处的毛处长要调脱话，侬都好动动脑筋。侬要啥头啦？凭侬的资格，凭侬的水平，搿只回去侬绝对好做的呀！侬才啥气啦？哦，上头没人呀！哎呀，我听说已经蛮多人来推荐侬了。这个啊，听讲那医院里叫啥农村的人，伊到底是来的？听说伊也到处来寻人，侬都要抓紧成功的。哎，这女是我个医生，你娘里去做了一个处长，随便你去，等我不得搞。我倒要跟你讲一句啊，这种处长没得做头的呀！哎，有事的事情要跟别人谈判，还有最关键，万一谈不拢，被人家吃伤我就是他。侬懂我屁呀！医务处的，医院里向进医疗设备了，夜场的推销新娘，侪要寻到医务处的，花费的太多哦，他懂啥么子爱种动地啦，发财，才是在点出事体的，偶一点吧，对啦。来，走。班哥啊，班哥来组织了，我等些肯定我马上就赶奔去熬上，海里门得到不院长啊哈，好，再会。啊，当重要不晓得，那点洞里面侪是被人家困觉晒得来的呀，真家伙的，假使重要也是女人了。孙子福当然一杯精神。老三，这班哥，明天帮我个忙，你千万要帮我送到院长这里啊！啥个么子？你自个饭去送啊？不喊我送了呢？哎呀，我不是现在忙嘛，对了，我们这回去上海了，你去来北干那个，你帮我忙。哎呦，啥个么子？哎呦，我来看看叫，哎呦，送了，哎呦，送到了，哎呦，这里这个把我追下来，弄好，送到，那么好，辛苦了，哎呀，那么一块牛三口没得事。但是呢，那光我个的，真的，这是个问题来哇，没得事，咱们买的吧。越睡人不睡，好事情啊，要替你挡掉一灾啊！阿是啊，侬晓得就是讲，人家后头高，我是吧？哥，叫老去，来，过来。那边马知道？现在噻，要做玻璃这个路不这个孩子给来的那个，你再确定？体温嘛这？再确定呢？你外面去了哈？还好。喂，反腐倡廉办公室啊，我给你们举报一条线索啊，妇产科的那个施医生施兵啊，正在他们院长办公室行贿。是，啥？那个后生不等我弄哈。那个班哥，医院也帮我送到院长这里。妇产科的那个施医生施兵啊，正在他们院长办公室行贿。那这里企业的，刚刚听说，这个与您天雷，大年们，你还不来帮他？
现在停止接受检查。来的，吃这杯老酒。哎呀，这个烧烤是不行的哈，来这了啊！啊。啥个味道？啊？哪里样出啊？哎，老板，老板来，过来，老来。来个。侬把吃啥个羊肉串啊？我老多肉串我帮侬讲。啊，刚才爸爸开垃圾袋，你写本啥是啊？羊肉是羊肉，烤的稍微差一点。哎，士兵，你不是会烤的？你去烤鸭子嘛，让我们尝尝啊！是啊。侬辛苦，侬烤点肉串把它吃好不啦？好了，我去啊！哎，我去对我去，我来看哈。哦，辛苦。那个后生夫等我弄哈。哎呦，一口肉倒蛮灵光哦哟。啊，是等我开过光的。是吧？啊。好，侬辛苦啊！哎，来，说抓了吃了吃。这个人怎么在这边做烧烤的？啊，你认得噶？士兵11刀，有名的妇科大夫。我带空气高，日下弄东红白，要是包包三开对，哦个动力真个吓得疯脱在身上。好了，有的吃就行了。来呗，来这个羊肉串。哎，那吃只不有羊肉串嘛了。啊，过得啊！来了啊！过得啊！哎，过得啊！好，这个来。别的。对的啊，我这个大杯子真的跟你改了，你以为我刚的呀？都是一个要心海关啊！哟，说哪个的？来口就关，那个不对的是你另个关啊！一门上下面的才跟得来，你吃得落的，你跟得落的，哎，那就是哪来？啥么子？我是开我个奔驰车，对风去3看啊！那说的吧？哎呦，我这是，拉手，好叫的啊！哎，别人啊，我觉得你讲的，而且的，奔驰车嘛3开，办瓦特、看瓦特，你办不起，而且的。来，啥意思啊？有个人跟长辈讲闲话啊？这啥都这个，人家开不起来，总是在眼你了。哎，小大哥的，你这个奔驰车啊，哪一块来？哪一块来的嘛？那个你回去门底上呢，你冇得去个？啊，都来白个呀。多亏了，那老板做啥生意啊？哦，那个车子买得起啊？做医药代理，贸易类设备个。哎，跟这样说的话，你现在就是传说中的医药代表了。干嘛当然了，我帮你讲钟老板，有里向所有事情我真的呀，不好的病了。干辰光钟老板，你如果有啥个搿种项目？好的。你啊，你会不会的？烘烘焙样样弄这个，我弄得不得了，别经常这样。非要去跟人讲哈啦。